想告別肚脹、肚痛，保持腸道健康，希望打造強健體質，唔再怕轉季敏感。原來人體有70%嘅免疫細胞都喺腸道，如果腸道嘅好菌唔夠點算？補充益生菌係其中一個方法。資訊由醫專會提供。我哋嘅腸道環境就好似戰場，住咗數千兆計嘅細菌，有好菌、壞菌同埋中性菌。好菌係用嚟保護人體免受壞菌攻擊，但當好菌唔夠同壞菌抗衡，中性菌就會跟隨壞菌發動攻擊，造成腸道微生態失衡，仲會影響埋情緒、皮膚同腦部健康添。益生菌嘅功用類似腸道入邊嘅好菌，係對人體有益嘅活性微生物。目前益生菌已經被大量國際研究證實，有助改善唔少健康問題，例如腸道健康、濕疹同過敏反應、婦科炎症、免疫系統病等等。咁點解會缺乏益生菌？除咗年齡增長、機能老化、日常不良習慣，例如飲食唔均衡，成日食高糖、高油、少纖維呢啲唔健康嘅加工食物，而壓力大、缺乏運動同埋過度使用抗生素等藥物都有關係㗎。補充益生菌，除咗可以靠日常飲食攝取，都可以選擇直接服用益生菌補充劑。選購嗰陣不妨參考以下6大重點。第一，留意產品菌數。研究一般認為，每日攝取量需要達到100億以上，比較容易發揮功效。第二，留意菌種係咪足夠多元化。目前獲得最多科研支持嘅乳酸桿菌同埋雙歧桿菌當中，乳雙歧桿菌、鼠李糖乳酸桿菌係有助改善敏感症狀。樂德恩乳酸桿菌可以減少女性陰道炎。第三，有冇添加益生元亦都好重要，因為益生元可以幫助腸道益菌繁殖，並且維持益生菌嘅活性。第四，選擇少添加劑同埋糖分嘅產品。部分嘅益生菌生產商會喺產品入邊加入蔗糖、果汁粉嚟吸引顧客，甚至會添加香味劑、色素、調節劑等化合物，都係對健康冇益㗎。第五，留意益生菌劑型。益生菌有膠囊、粉末、錠劑選擇。根據消委會資料，以膠囊盛載嘅益生菌對腸道吸收較理想。最後，挑選產品要留意可信賴嘅產地來源，選擇有品質監控、國際認證嘅產品。提提大家，益生菌有唔少好處，但係都唔可以代替藥物嚟用於任何治療用途。當身體有唔舒服，最緊要都係睇咗醫生先。如果對服用益生菌有任何疑問，都係問清楚專業人士意見先啦。Everest 銷量 No.1 嘅 Super Probiotics 超強益生菌，17種有效菌株，包括7種乳酸桿菌、5種雙歧桿菌，高劑量益生菌配合優質益生元，純素植物膠囊成分，穩定零負擔，令到益生菌直達腸道，更易被人體吸收。Everest Empower Vital Immune System 讓身體重回理想狀態，100%挪威製造，信心之選，全系列產品於官方網站 HKTV Mall 有售。想睇更多醫專會製作嘅影片，就即刻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啦！